有小詹皇之称的美国职篮 NBA 后卫布莱索今天抢进 MVP 大字母哥安特托昆博与大胡子哈登的风头，助密尔瓦基公鹿108-94击败来犯的休士顿火箭。布莱索 Eric Bledsoe 全场缴出23分、7助攻，第三节期间激励全队攻势，助公鹿掌控战局。他当时一口气连拿16分，包括命中4颗三分球，助公鹿第三节胜4分24秒，以79-65领先。火箭后卫大胡子哈登 James Harden 和公鹿前锋字母哥安特托昆博 Giannis Antetokounmpo 表现相对低调。哈登抢下23分、10篮板、7助攻，但三分球9投仅1中。他在前3战42投24中，平均飙出48.7分。字母哥今天则是抢下19分、14篮板，出现5失误。全队共有5人得分达双位数，密道顿、Chris Middleton 和罗培兹 Brook Lopez 都贡献13分，替补上场的康纳顿Pat Connaughton 14分。火箭方面，保罗 Chris Paul 19分、9篮板，卡佩拉 Clint Capella 17分、11篮板，豪斯 Daniel House Jr. 板凳出发1助15分。